精裝大酒店。中央舞台為喜洋洋大酒店的大廳，佈置溫馨，牆上掛有大灣區建設的主題海報，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背景，以及喜洋洋大酒店作為廣州一家人情味濃厚的5星級酒店。楊學年酒店老闆，年長，充滿智慧與溫暖，與楊家駒兒子年輕，受資本市場影響，在舞台中央對話。楊學年，我開呢間酒店，不只係做生意，仲係我多年的心血。楊家駒，爸，依家唔同啦，呢度值好多錢，賣俾香港的大集團，我哋就可以賺到好多。衝突激化，楊家駒考慮槓桿收購，想要控制酒店。楊學年，呢間酒店係我一手一腳辛苦建立返嚟，真心希望你珍惜佢。楊家駒，人情味啊，人情味唔能夠食，依家係講利益。方子堯前廳部經理，渴望晉升出場，表達對酒店的熱愛和對弟弟方子輝的關心。小弟弟的作文，狀元，小弟弟在學校寫了一篇名為《我的偶像是我姐》的作文，提到姐姐的奮鬥與夢想。方子堯感慨，我真係希望我弟可以追求佢嘅夢想，而我都想證明自己可以做到。權威5星美食品評的消息傳來，酒店準備迎接重要評估。楊學年要求團隊全力以赴，確保評審成功。楊家駒找他的好友送禮隱秘潛入酒店，收集資訊，阻止評審成功。系統地展示皇冠酒店保安部經理和方子堯誤打誤撞地追蹤美食評審員，搞笑混亂的情節形成。皇冠，唔好意思，唔該讓一讓，我有任務在身。方子堯，你又喺度做咩？我要查找評審員啦。評審日，所有人緊張準備。楊學年把酒店最佳面貌展示給評審員，最終評審員揭示他的身份，表示他曾是酒店員工，來給予這家酒店最真實的評價。評審員，我其實以前係你們的員工，我今日來就係想幫你們評審。楊家駒意識到利益與人情的衝突，表達了對父親的理解，決定支持父親的理念。楊家駒，爸，依家我明白你想要嘅唔單止係生意，仲有心靈嘅歸屬。結局與希望，全體員工匯聚一堂，慶祝酒店最佳評審結果，分享成功的喜悅。楊家駒決定放棄收購，與父親一起支持酒店的繼續發展。無論在點樣的時代，互相理解與支持都係最重要，夢想和愛將永遠相伴。